歡迎大家再次嚟到 Historical Travel Story。今日帶大家去到香港嘅西灣河。今日嘅主題名稱叫做西灣河地景層類，從採石前哨工業帝國去到身份轉向嘅五常實業。西灣河呢一塊位於港島東翼嘅土地，啱啱就係讓鉗喺鰂魚涌嘅重工業地帶同埋筲箕灣嘅傳統漁港之間。喺漫長嘅200年之間，佢唔單止係一個地理坐標，更加係一笪觀察殖民治理同埋勞工運動嘅核心縮影。呢一度曾經係非組織化嘅客家石像同埋高度組織化嘅船澳勞工交匯嘅邊界，兩種自然唔同嘅生產邏輯喺呢度碰撞，形塑咗獨特嘅社會紋理。今日嚟到西灣河街道嘅佈局依然顯露住19世紀苦作痕跡同埋20世紀嘅工業節奏。要讀懂香港，必須透過呢一種層類觀點去睇透呢一種嗰啲掩蓋喺現代高樓底下嘅歷史斷層，理解呢一座城市點樣從荒涼嘅採石前哨演變為承載住複雜身份認同嘅人民地理。我哋睇睇第一個故事：瓦公岩嘅苦作聲。客家石像與信仰的本地化。喺19世紀開埠初期，維多利亞城嘅建設對石材有住近乎貪婪嘅需求。西灣河東側嘅瓦公岩因為擁有高品質嘅花崗岩礦床，迅速成為殖民地早期嘅經濟支柱。根據1841年同埋1848年嘅數據，採石業喺當時嘅人口結構之中佔據咗決定性嘅比例，反映咗香港早期產業嘅高度單一化。睇一睇呢啲統計指標，1841年全港石像佔人口嘅比例有成22.2%，總共有1655人。採石業為開埠初期維多利亞城建設嘅核心支柱。1848年瓦公岩石像嘅比例係78.1%，形成咗高度集中嘅客家聚落，石材甚至出口去到東南亞。呢一群主要嚟自廣東梅州五華嘅客家石像，唔單單帶嚟咗技術，亦都移植咗家鄉嘅譚公信仰。石像領袖曾經曾冠萬曾經借住採石貿易累積財富，興建咗著名嘅曾大屋，顯出咗石像群體早已具備高度組織化嘅社會能量。喺危險嘅爆破同埋崩塌嘅環境之中，相傳13歲得道能夠呼風喚雨嘅守護童神譚公，就成為咗石像們最核心嘅心靈寄託。喺1905年興建嘅譚公廟，唔單單係宗教場所，更加係東家行即係僱主同埋西家行即係工人議事嘅社會中心。值得注意嘅就係廟內保存住一塊1944年重修嘅碑記，係罕見嘅日治時期文字嘅記錄，證明咗喺最黑暗嘅歲月之中，呢一份本土信仰依然守護住呢一片土地嘅延續。今日我哋去到譚公廟，會發現廟前邊嘅譚公廟道呈現奇特嘅繞道設計。呢個係源自1960年代填海嘅時候，原本計劃移除廟前一塊寶印巨石，但係因為施工意外頻生，最終政府被迫修改規劃讓路。呢一塊巨石至今仍然屹立喺呢一度，象徵住民間歷史力量點樣強行改變現代都市嘅尺度。石像嘅重錘雖然已經遠去，但係隨住工業技術嘅演進，西灣河嘅探索並未止步於海岸，而係轉向咗巴架山嘅高峰。第二個故事：巴架山的空中高速公路，全球首條客運吊車與醫療殖民主義。19世紀末，鼠疫同埋霍亂嘅陰影籠罩住香港。
當時西方醫學崇尚高海拔療養，太古洋行就喺北架山大風坳建設咗太古休養所，為咗讓患病者嘅歐籍職員能夠迅速從濕熱嘅工廠升遷到涼爽嘅山頂。1891年，全球首條專門載人嘅蒸汽推動吊車系統就係咁誕生。呢一條全長2.3公里嘅索道係由倫敦 Brevin and Company 公司承建，兩部開放式嘅卡車，採用咗背靠背嘅設計，喺最陡峭嘅地方，距離地面高達200尺。呢一種垂直嘅空間隔離極具象徵意義。山下低嘅太古村早喺1892年就有電力供應，去支援繁重嘅工業生產。但係山上嘅休養所喺佢40年嘅歷史之中，始終採用油燈去照明，而且僅限歐籍管理層去用。呢一種技術應用同埋健康管權利嘅落差，赤裸裸咁揭示咗殖民體制下種族同埋階級界線。今日沿住康柏郊遊徑步行，喺濃密嘅植被之中，仍然可以睇到班坳嘅混凝土石等遺跡。呢一種曾經支撐住全球頂尖索道嘅基座，時時被現代遊客誤認為二戰時期嘅軍事遺跡，實則就係19世紀末工業雄心嘅唯一證詞。當醫療技術嘅進步讓山上嘅吊車歸於沉寂，山下低嘅平原就正正醖釀住一座規模空前嘅企業城，將規訓嘅力量從山上伸延到每一條街道。第三個故事，太古企業城，工業賦權下的社會空間規訓。1907年，太古船澳竣工，西灣河從自然嘅海濱轉化成為單一資本集團主導嘅國中之國。呢個就係一個高度自足而且封閉嘅社會實驗場。太古洋行透過街道命名，將企業意志刻入去城市嘅骨髓。宿舍區嘅街道按太字頭順序排列，例如泰安、泰寧、泰康等等，形成咗嚴密嘅規範網絡。8棟高嘅4層，有維多利亞工業風嘅紅磚宿舍，設有義學、醫院、戲院同埋泳池。如果你今日仔細咁睇1960年代重建後嘅太陽樓、泰康樓等等，你會睇到走廊上仍然保留住精緻嘅金錢窿嘅窗花圖案。呢一啲建築細節唔單單係美學選擇，更加係當年企業宿舍標準化嘅視覺遺傳，象徵住企業城對勞動力全方位照顧同埋控制嘅結合。1968年落成嘅泰安樓原址正正係昔日第一同埋第三階嘅紅磚宿舍。雖然紅磚牆已經消失，但係泰安樓底層嗰種極致高密度集運嘅商場氣息，就喺某種程度延續咗早期工業宿舍區嘅群居性同埋生命力。但係喺呢一種高度集中嘅生產空間，喺1960年代嘅地緣政治風暴之中，就成為咗最易燃嘅政治火藥庫。第四個故事，67暴動中的太古風雲，意識形態公審與身份轉向。1967年，受大陸文化大革命影響，擁有數千名組織嚴密嘅工人嘅太古船澳成為咗意識形態衝突嘅核心戰場。1967年6月6日，西灣河上演咗歷史性嘅一幕。左派工人將船澳總理 James Castle 扣留喺工廠入邊，進行長達8小時嘅公審。隨後政府嘅警方封鎖街道，引發咗激烈嘅暴力衝突。
工會領袖鄧泉嘅入獄同埋去世，更加將衝突推向頂峰。當時嘅街道遍佈炸藥，社會陷入慌亂。呢一場暴動迫使西灣河嘅勞動階層喺支持激進思潮同埋追求生活穩定之間作出抉擇。由於暴力襲擊波及市民，好多居民轉向支持秩序。呢一種從流寓心態去到守護本地秩序嘅轉變，以外成為香港人身份認同萌芽嘅起點。今日嘅西灣河文娛中心，佢嘅前身正正係當年左派標語最密集嘅舊街市區。政府透過將鬥爭現場轉化成為文化空間，成功實現咗城市空間嘅去政治化，將血同埋淚嘅記憶埋藏喺和諧嘅旋律之下。當工廠嘅政治哨煙散去，西灣河嘅山上邊仲有一群人喺極度匱乏之中，靠住信仰守望相助。第5個故事：聖十字架路徑難民潮與麵粉教友的救援地景。第2次世界大戰之後，大量難民湧入西灣河山坡，形成咗馬山、教民村等等嘅寮屋區。喺物資真空、港府福利缺失嘅年代，聖十字架堂就成為呢一群邊緣大眾嘅避風港。位於聖十字架徑嘅教堂，曾經係發放麵粉、奶粉同埋舊衣物嘅核心。好多家庭為咗生存而入天主教，成為被稱為麵粉教友。呢個唔單單係物資救濟，更加係喺混亂之中建立咗一種非正式嘅社會秩序。西灣河嘅大石街嘅命名源於昔日聖十字架學校係建築喺巨石之上。呢一塊大石喺歷史之中具有雙重象徵，對於命運如浮萍一樣不穩定嘅難民而言，教堂提供咗教育同埋救濟，正正係佢哋流離失所嘅唯一可以依靠嘅不移動嘅基石。雖然當年嘅寮屋已經變成高樓，但係今日聖十字架中心門外共享雪櫃，亦依然係延續住半世紀嗰一種唔需要登記隨意領取嘅精神，將戰後嘅救援地景轉化為現代社區嘅溫度。做一個少少嘅總結，西灣河嘅5場歷史實驗構建咗一個多維嘅城市縮影，從石像嘅輔助、吊車嘅技術隔離、企業城嘅空間規範，去到暴動之中嘅身份洗禮，同埋難民村嘅信仰人性，呢一啲歷史層次接疊喺一齊，形成咗今日我哋所見嘅地景。理解西灣河唔單單只係睇現代化嘅外殼，而更應該讀懂佢內部嘅空間規範、信仰人性同埋身份選擇。喺今日嘅高度嘅都市之中，高密度嘅都市之中，我哋可以點樣繼續保留呢一種具有溫度嘅歷史層次呢？呢個唔單單係研究人嘅命題，更加係每一位步行者喺踏過每一塊鋪地石嘅時候應該有嘅歷史自覺。西灣河有乜嘢嘅歷史隱藏嘅寶石值得去呢？頭先我哋睇5個故事呢，我哋可以去太古城中心2期地下1900年代船澳施工嘅石碑。呢一個係昔日工業帝國留低嘅唯一官方遺產，正正咁見證住海防線嘅推移。有啲走讀嘅建議就係我哋先可以去譚公廟睇一睇寶印巨石同埋罕見嘅1944年嘅日治重修碑，跟住去泰安樓同埋太陽街去睇一睇金錢窿窗花，感受下企業城嘅空間殘留，跟住去到大石街同埋聖十字架堂，我哋揾一揾共享雪櫃，感悟一下難民歲月嘅基石隱喻，最後去到康柏里郊遊徑，喺荒野之中辨認帕架山吊車嘅混凝土石等遺址。好啦，今日嘅對西灣河嘅介紹去到呢度，歡迎
大家繼續去支持 Historical Travel Story，訂閱，多謝各位，拜拜。